以后若是结果是电话，若无，再来重新做掉。李顺荣长老，在20年前，我就是伫台北的教会服侍的时阵，甲这位长老相同工。今日，伊咧伫遮做伊服侍主、信主的见证。感谢上主的恩典，我真欢喜，今仔日才会当来甲大家来分享吼。上主赏赐我这个恩典。我就咧思考，未来的这个人生的规划，伊思考的想讲，我嘛会使成做一个基督徒啊。迄当时讲，以前要甲伊生气，我讲歹听吼，当种就要哪好。我认为声讲，叫我考我呢，你去带一个基督徒啊，要做基督徒真简单，有影上主就安尼安排。拄着我即摆好，伊讲是基督徒，就上我甲决定啦吼。伊对啊，你咱对啊，有影无？我再来讲，会使讲基督徒遐济嘛。你讲即个基督徒真幸福的吼，真水吼，所以我甲带去做伙。真正有影了吼，我结婚了后会当安尼做上主的工吼，伊是帮助足大吼。会使讲我伊将我为人生敏感宗教引入来基督教的即个教会内底吼，伊是一个上主特别安排吼，要甲即个土要做脏，要甲压肥，莫互我用错的，即个人就对了吼。所以我那个感谢做长老啦。若算做长老选出来时，都讲选我做服务员为主委啦。吼，这对我来讲吼，是来忽然间有遮个感觉新的，敢若有新的条件了。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讲，服务员的主委是要创啥？服务员要创啥？厝边应该就是讲实在需要你服务，迄个对象就是你的厝边。我看四福名书头4本圣经福音书内底，耶稣既然第一届我要服务的对象拢是，拢遐个读写团体残障的人，盲人拢排第一，拢会先讲去医治盲人啦、关心盲人啦，这个代志。开始服务员咧就爱做服务盲人的时间啦，甲因帮朋友互因食，所以因有成立一个朋友的干部，来叫伊这个代志。了后就是讲，因嘛爱有查经班。所以嘛，成立查经班，即马有30几个，每礼拜拜神拢有30几个拜即个开明幕后，毕业学生就讲，阮根本就无想着讲，阮以前唱足欢喜的，足喜乐的离开校了，拢无咧唱，阮无想着讲来到上年教会，较好会当有贡献心，所以就是啦，几个做起来，应该去做起来开始圣诞节献诗。动所有的啦，逐个人只有到船啊，国际拢安尼去吼，感受做下，伊变成一帮人所以安尼成立这个时间，我有做啥物名？这个来找老师啊我找这个名。伊自家讲道的时阵，伊就用教汉福音的教授，迄个是西罗阿皮，西罗阿，就是红色变的意思，所以就安尼，我后来就做西罗阿。听袂个欢喜啊！若你过来，你想要坐啦，是要创了个但是因的心里迄个感受就感觉讲，伫因以前领受的迄个福音内底，即个西罗啊、红色见，因毋是要挖苦人，挖苦遮个人啊咱教的，因本身伊要行出来要做见证所以这是当时呢，我甲讲，你若要靠人准了，人就无偌久会听。你若咱靠上主啊，靠上帝啊，即句话因有听落，所以虽然我讲出来，当然我已经甲伊建立足好的制度，因有因的干部，迄个制度拢足好。所以因即马坐落时代共款了有，查经班共款安尼做，王朋友连伊都共款，
退休了吼，我感觉讲，尤其这个亚音的时代、网络的时代吼，确实咱传统面真简单的方法，因为咱传统的，就讲咱自生活对唱歌了好听，遐尼好听，而且大家来接受的。啊，你若做位话，甲唱完了，好听对人看会到。啊，你即马足济免钱的，咱挂个，咱 YouTube 啥物，你看到这咱挂拢免钱啊，你大人拢会去看。哦。啊，过来就是讲你放去了，你的子孙以后几啊代嘛，拢遐看有干啥？那遐记得啊，我免讲一天天咱看。所以我讲迄就是网络后面主张就是。甲咱传统的，无相关啊，传统的，这个做下就咱录音起来了，啊，再唱人话，啊，就是甲延伸出去，更较多，更较多。哦，啊，所以我即摆伊就是讲，讲的时间继续以外。这个网站我想介绍一下，因为这个。伫美国有一个机械者，哦，啊，所以恁我希望大家用迄个 KOL，OK， 我拍条台语信号嘛是台语 OL 吼，所以这恁个工会有遐来有时间你问下看，我拢有写详细说明吼，啊，大家学了了后，嘛使共阮自我来去报，大家知啦吼，把台语晓去报。